来，各位咱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刷来咱来看下一期提供予各位的参考号码吼。首先来看一组高举牌，来，这组是一组高举的吼。来，顶年8月12号，来8月12号，一、二、一数做伙开出来。来下4期，来8月16號35。第二組2024年12月10號，來1、2、2數做伙開出來。來下4期12月14號35。第三組1月8號1、2、2數做伙開出來。下4期1月13號35。上尾一組今年4月5號1、2、1數做伙開出來。下4期來35高舉。來，以上提供咱539朋友參考，感謝各位收看，咱下期再閣見面。